年夜願片段。好，靜謙同學，係，hello。香蓮夜願係講乜嘢㗎？哦，呢首歌咧係講一個陳世美不認妻，一個香蓮佢夜晚對住一對小兒女喺度自編自怨。冇錯啦，就係陳世美不認妻嘅故事。我哋聽下嗰個香蓮喺度點樣嘆息先。好，阿明傑同學係咪唱香蓮夜願啊？係，各位同學，我哋會唱香蓮夜願，預備1、2、3。好。的，